对，这是媒体制作很重要的地方哦。眼见为凭未必是真，随着 AI 科技进步，现在就连容貌、声音都能被电脑仿造出来，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运用这项科技来行骗。中嘉宽屏媒体识读宣导团队特别将课程加入了 Deepfake 防诈新知，与社区民众分享如何破解深伪技术。拍照我们都用滤镜，那滤镜就可以让大家从老的变年轻的，年轻的变老的。现在媒体真的很多很多，可是我们最好要全方面的去看。网络上的资讯真真假假，让民众不知该信哪个。宣导团队也在课程中向社区长辈介绍多个查核软体，防范上当受骗。今天的课程就是让我们认识网络真假，怎么辨别。有没有哪一个片段你觉得很印象深刻？就是 AI 啊！恁来做这个课程，互阮就较会当了解讲咱这社会是做啥物啊代志，较会知影。武王里长陈志宏表示，透过课程鼓励社区长辈多多出门，除能促进身心健康，也能吸收更多反诈新知，对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的用心规划表达肯定。课程可以让我们里面的长者他们有一个动力可以走出来了哈。那他走出来之后，我们里办公室就可以针对这个每一个长者来做一个特别的照顾，然后可以让他们建议他们来做一些像健康的运动，那来避免他们的失智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推动的，要透过我们有系统的来教育这些长者，让他们来导读，说他们知道如果认识这个媒体，然后针对那个媒体的认识呢，那收到了讯息之后，还要再做一个判断。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媒体识读宣导课程内容丰富实用，社区民众反应热烈。总经理陈建春表示，今年9个场次已全部报名额满，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民众或学校团体，可以提早向公司预约明年的场次。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28159194转8516许小姐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